要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我们一起来我们今天要来祷告会，要来敬拜他，因为我们的祷告会是要为基督赢得桃园这个城市，阿妹吗？所以我们要先来赞美他，我们一起大声拍手、开口来赞美他，一起来为基督赢得这城市。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喜乐又代替了悲哀，赞美已代替了再次为基督赢得，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被掳的灵魂的释放，被杀的羔羊。一起来说，主啊，求你恩膏我，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信念。我们来大声的渴求，来呼喊他，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信念。再说，我们一起跳起来赞美他，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喜乐又代替了悲哀，赞美已代替了伤。我们充满喜乐来赞美他，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被掳的灵魂的释放，被杀已羔羊的神。主啊，求你恩膏我们，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信念。主啊，求你恩膏我们，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信念。好，我们除了唱歌、击鼓、跳舞、弹琴要来赞美他以外，我们要学像大卫，我们要在约柜面前，我们要唱歌跳舞。传扬福音的信念，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
们在天上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弟兄姐妹，请坐。亲爱的神，主耶稣，在你里面有满满的喜乐，在里面有丰盛的福乐。你是赐下自由的神，主耶稣，你会把那些辖制我们的东西都给让我们在当中得到释放。你会安我们破碎的心，让这些破碎的心灵不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阻碍，反而你把我们破碎的心灵捡起来之后，拼凑起来，能够成为那力量，可以重新得力。因为你是创造的主，你是安慰人的主，你是医治的主。谢谢主耶稣，我们将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们。静静地来到你面前，在你爱中我心安恬，求你安慰我破碎的心灵，有你话语医治我生命。你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我软弱变为刚强。耶稣，因你我重新的力量，从忧伤中我的释放。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你流宝血成为我拯救，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耶稣，你是我一生追求，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你赦免我罪，使我完全的自由。是的，主耶稣是给我们自由的神，主耶稣你留下宝血，洗净那让我们不自由的罪，主让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你的自由，看到你的温柔，因为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没有东西可以辖制我们，主耶稣。静静地来到你面前，在你爱中我心安恬，求你安慰我破碎的心灵，用你话语医治我生命。是将忧伤变为喜乐的主，你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我软弱变为刚强。耶稣，因你我重新的力量，从忧伤中我的释放。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你流宝血成为我拯救，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耶稣，你是我一生追求，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你赦免我罪，使我完全让我们在此大声的宣告，觉得是给我们自由，在里面是有自由的，满满的自由。耶稣，是你给了我
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我们是可以跟你没有距离的，我们可以看到你的温柔，这就是你的安慰我们破碎的心灵。耶稣，感谢你，耶稣，我们要一生来追求你。耶稣，你给了我自由，我已选择永垂不回头。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你赦免我罪，使我完全的自由。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你流宝血成为我拯救。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耶稣，你是我一生追求，我已选择永垂不回头。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你赦免我罪，使我完全的自由。是的，主耶稣，你已经降下，就是你要给我们的自由在这当中，就是因为你已经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完全得到自由。我们要在你的爱里，没有愧疚，没有不好意思，我们要完完全全的享受在你的应许当中。谢谢主耶稣，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讲今天就用我们圣经共读的题目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们牧师在今年开始推行这个与上帝的共读时间。那我们现在刚好读到的是约翰福音。那在耶稣他传道的第2年开始，他渐渐开始越来越公开的宣讲神的国，然后并且呢，他也行了神迹。这样子的做法呢，已经造成了在犹太地区，在以色列开始有一些的骚动。那昨天跟今天我们读到的是约翰福音的第9章，这个是耶稣他在住棚节，他很低调的，原本是很低调的，想要进城去过节哈。其他门徒跟他的弟兄，耶稣弟兄都已经先去耶路撒冷了。那耶稣因为他不要太引起太大的骚动，因为犹太人已经开始在找他，想要处理他的这样子哈，所以耶稣是很低调，但是他还是在圣殿教导人。那教导人完之后呢，就又引起了一阵骚动。然后在耶稣他要离开圣殿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昨天读到的，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我觉得约翰在描写这些故事非常的有戏剧性，我觉得每看的一篇故事，都你会一直深入到里面去，那画面一幕一幕都会一直出来。那其实开始的时候是门徒看到那个圣殿外面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然后门徒就问耶稣说：“这个人怎么会瞎眼？到底是他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的罪？”所以人在看到问题的时候，都从罪去着手。其实法利赛人何尝不是？我们都要用我们自以为义的眼光去看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好，那耶稣他就说，这个人他会这样子，不是他父母犯罪，也不是他犯罪，而是他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就看到这个过程呢，耶稣就吐唾沫在泥土里面和一和，就叫他抹他的眼睛，说你去西罗牙齿，去洗一洗这样。所以之前耶稣也医治过瞎眼的人，但是这一次却不一样。所以耶稣他做的事情每一次都有新的，让我们新的看见。他不会用一样的方式来做。所以耶稣是个做新事的神。然后他抹一抹之后，他就去西罗亚洗，因为他本身是瞎眼的，所以他也看不到到底是谁医了他。洗之后就看到了，然后呢，本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结果呢
却有人跑过来说：“哎呀，这个人不是本来是瞎眼的吗？啊，怎么在安息日眼睛看见了？然后一桩好事，在人的眼光里面，找茬的眼光里面，却看到了罪恶的一面。哇，这谁做这个事情的？竟然在干犯摩西的律法！那后来呢？这个法利赛人知道是这个事情呢，就去找人把这个人找来，问他说：谁做这个事情？那他说我也不知道。就有人就叫我去用唾沫和泥在我眼睛，我去洗就好了。那骗人，怎么办？结果找他的父母来，所以大家也都认识他父母。然后他父母，这很尴尬了，明明就是他的儿子，但是我看他父母也不敢承认他是儿子，但是怎么会得医治呢？他也说你赶紧问医，因为他也害怕，因为其实他们害怕什么？害怕他们被犹太人逐出会堂。哇，那这个问父母，其实那个法利赛人他就是想要抓把柄，要去处理耶稣。那所以从这个被医治的人、瞎眼的人找不到把柄，问父母找不到把柄怎么办？再回来再把他再叫过来一次，这样子。好，所以他们就在把他叫过来，所以就是今天的金句，所以用今天的金句分享。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是到9章的24节到第41节当中，所以我们待会来看一下今天接下去的经文。可是呢，在看经文的时候呢，我想要请大家在经文当中呢找个线索，就是我们知道这4个字。好 ，OK， 好，好，所以接下去的话呢，他们再一次就把那个生来就失明的人叫来，对他说：你必须在上帝面前诚实说话。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个罪人。可以看到我们知道吗？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就回答说：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一件事情，他从前失明，我从前失明，现在能看见。所以他也很巧妙很有智慧的，因为他避开了去说耶稣到底是不是罪人。他说：那你看我是不是个见证？明明就已经转变了。然后他们就问他说：他替你，那些法利赛人问那个被医治的人说：那他替你做了什么？他怎么开你的眼睛？然后他回答什么？很有趣，因为之前已经问过一次了。然后呢，他现在再问一次，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不肯听，应该就是你们不愿意听吧？那为什么现在又要听呢？难道你们也想做他的门徒吗？然后他们就很生气，骂他说：你才是那个家伙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我们知道上帝对摩西说过话，至于那家伙，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所以这些犹太人跟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看着这个有人行得很神迹，但他们因为不能接受，所以他们甚至用那个家伙来贬低。所以好，接下去呢，下一页是30节。好，那再来。好，那这边有这个，对不起。好，对不起。好，这边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30节，他回答来，他回答：这就怪了，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的祈求，他只垂听那敬拜他并实行他旨意的人。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过有人开了生来就是失明的眼睛的。他若不是从上帝来的，什么都不能做。他们斥责他：你这生长在罪中的家伙，居然教训起我们来。于是他们把他从会堂里赶出去。所以呢，他们找他来，再一次的想要从他话当中去找到把柄。结果呢，反过来被这个生来瞎眼后来被耶稣医治的人给说了一番教。所以呢，他们当然觉得恼羞成怒，就把这个人给赶出会堂去了。在当时，其实被赶出会堂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好像跟神的国无分一样。好，那这边是不是也看到，连这个人他在第31节的时候也说了：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的祈求。好，这是个线索。好，再接下去呢，
耶稣听见他们把他赶出会堂去以后，耶稣就找到了他，对他说：“你信人子吗？”他回答说：“先生，请告诉我他是谁，好让我信他。”我觉得他应该是很期待的，可能看到到底是谁医治了他。因为大家都对那个医治他的人这么的产生这么大的纷扰，所以他说：“哇，看到了这个医治他的人。”所以他应该是很兴奋的说：“让我看见他，我相信他。”耶稣对他说什么？说：“你已经见到他，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哇，我觉得耶稣也真的非常的在这个地方展现出耶稣仁慈的一面，亲自到他的面前，然后让他知道是谁医治了他这样子。所以他说：“主啊，我信。”所以他就向耶稣下拜。神如果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了耶稣，我们也会当然希望说：“主啊，我信。”因为我们希望看到主。耶稣说：“我到这世上来的目的是要审判，使失明的能看见，能看见的反而失明。”结果在那边又有一些法利赛人听见这些话，就问他说：“难道你把我们也当作瞎眼的吗？”耶稣就回答说：“如果你们是瞎眼的，你们就没有罪。既然你们说我们能看见，那么你们还是有罪的。”所以这非常的吊诡，到底明眼人是瞎的，瞎人反而眼明了。所以是什么？凭信心还是凭眼见呢？好，那在今天的新闻当中呢，我觉得我看到的是这样子的金句了。那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这是我今天所写的金句，9章39节，预备来。耶稣说：“我到这世上来的目的是要审判，使失明的能看见，能看见的反而失明。”好，9章41节，耶稣回答：“如果你们是瞎眼的，你们就没有罪。既然你们说我们能看见，那么你们就是有罪的。” Okay. 好，那耶稣说他们是有罪的，那法利赛人的罪，他们到底错在哪里？其实我们从这样来看，他们根本就是睁眼说瞎话，因为他们的心盲了，导致他们的眼睛盲了，他们完全被意识形态给蒙蔽了双眼。为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以及他们的现实处境，既得利益就是，其实当时是罗马统治的时代，那罗马政府也需要透过犹太人他们来自己管理自己，这样比较好管，所以跟他们有一些的利益的谈判谈妥了，你们就把你们的国家人民管好，然后他们就有一个权利可以怎样被授权，然后可以管他们的这个犹太地区，并且他们现实的处境是，他们虽然说讲是做上帝国，但是根本现实状态，他们就是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心里他们想要的神，这国王是上帝，但是明明政治上面就是被罗马政府所统治，所以他们为了这个处境，他们也不能够明目张胆的就相信这边有一位神就在这边当中，因为会引起百姓的骚动，可能会引起政治上面的动荡，会造成他们犹太人的危机。所以他们因为这样子，他们就已经有些先入为主观念，他们目的就是要把以色列人管好，为谁管好？为罗马政府管好。Okay, 所以他们有了这样子意识形态，就被蒙蔽了双眼，而且他们也阉割了他们的良知，他们患了严重的大头症，感觉整个神的国就是他们在操纵，他们说了算数一样。那明明他们就正在见证这个 witness 就是见证者，神就在前面行大能，他们却眼睁睁的装瞎，避重就轻，执着在那些摩西所谓的律法，却完全忽略了神，还把无罪的当作有罪。那这边给我的反思是，我们所惯以为常的认知，是不是也会蒙蔽我们的心，使我们患了批评跟论断的毛病？那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不因为自己的认知而以为说，我们一直以为的事情都对。其实我们很容易受传统的影响，特别教会也有一些传统，我们都会以为说，有一些规矩就是要这样子。但是规矩的背后其实是什么？是要让人更明白神。所以这我们要去求神光照我们。好，
那其实在今天读经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在这段法利赛人跟这个从前失明的人那后来他也就被医治了嘛的对话，其实对话有点像是对质啦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当事人都为了要强化自己有道理，在陈述一件事情前，会冠上一个我们知道 ，OK 把前提引述把这样子的前提引述到自己论述里面。例如说，我们刚刚看有3个地方嘛第一个地方 A 是在9章24节，法利赛人说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个罪人，哇！然后第二个地方呢是9章29节，法利赛人说我们知道上帝对摩西说过话，好。那第3个地方呢是在9章31节，那从前失明的人说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的祈求。到底这个我们知道是知道什么？那怎么知道的？是真的知道吗？还是我们自以为知道的知道？还有这个我们以为知道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其实我们在读这个段经文就发觉，很多时候说我们知道的后面好像不是那一回事，所以我就把这3个地方拉出来，似乎好像把自己要说的事情跟观点套一个我们知道，就能够让事情变得合情合理真的是这样子吗？仔细探索前面这3个我们知道，把里头分析成分把它分析一下，我们从3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所谓的我们到底是指谁这是谁能负责呢？还有讲这话到底是想把谁拖下水，还是这个我们根本是一个虚构的概念呢？第二个，如果把我们去掉，那这概念或论点它还站得住脚吗？常常会有人把我们当成是一个遮羞布一样，那当水退了之后，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穿裤子就看得一清二楚了还是他其实根本就是说话者的一厢情愿，自圆其说。其实最近台湾的政坛里面很多事情就是特别有人夹持着民意以为说老百姓挺他，当他一卸下那个立委的职位的时候，才发觉哇，连麦克风都要自己准备。所以其实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以为的那样子，有时候是他常常拿遮羞布自以为是，自圆其说。第3个说这句话的用意到底是什么？等一下，OK 好 ，OK 好，第3个就是说这句话的用意是什么？那隐藏在背后不好直说的大白话到底是什么？背后的动机又是什么？好，想从这个3个部分来探索这3个刚才看到的3个经文。第一节是法利赛人说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个罪人。好，然后呢，那个其实是后半句了前半句是什么？是跟那个生来瞎眼的人说你必须在上帝面前诚实说话。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个罪人。哇，这句话冒犯可大了。那他这边讲的说我们知道耶稣是个罪人，我们是谁？可能是就是法利赛人，还有在那些撒都该人，也就是在圣殿当中这些掌权的人，他们其实因为不希望耶稣出现，所以他们想要把耶稣压下去，所以就直接定耶稣是罪人了。那到底是真的吗？好，再来第2个这句话如果我们把我们去除掉的话，站得住脚吗？就是说你必须诚实，然后耶稣是个罪人，把我们拿掉，这更直白了。谁能够这样子去乱断别人？可见他们讲这东西是想一拖拉苦的人一起拖下水，壮胆。那有时候群众运动就是会让我们盲目的以为大家都这样。当我们把我们拿掉的时候，从群众运动把群众分离开来，我们思想这真的是我们所想的吗？这个也要是我们去反思的事情。第3个，这句话的动机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他们想表达的是我们才是义人耶稣是罪人，是自以为义。好，那还有他动机是什么？想要抓把柄，叫大家一起来定罪，希望这一个已经跟你讲好了，耶稣罪人然后你要说来，对，就有点引导性的这样子，要这个瞎眼的人去证明这个事情。好，第二个段是
B， 他在9章29节，法利赛人说：“我们知道上帝对摩西说过话。”这后面接着的是什么？至于那家伙，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这也是睁眼说瞎话，因为2个部分，按照人的而言，其实他们也知道耶稣是加利利来的，那可是他们不知道耶稣其实出生在伯利恒，所以后面有一些争论，以及呢，那些家伙根本不知道，还有前面耶稣已经说我是从父那里来的，那因为耶稣讲白了他从哪里来，那这些不愿意接受的人，甚至想要拿石头打死耶稣，所以不是不知道，是不愿意看见，不愿意接受，不愿意相信。好，那如果说这句话我们是谁一样，可能跟前面那些一样，都是一些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的既得利益者。那如果把我们拿掉的话呢？就是上帝对摩西说过话，是不是这样子？我想这些人总会知道上帝对摩西说过话，一定也是从圣经里面知道的。所以他们说他们知道，其实那个也不是他们自己知道的。好，那再来的话呢，动机是什么？就是后面那句了。至于那个家伙，就是指耶稣，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意思就是说，我们听摩西的话，那个家伙一定不听摩西的话。所以是不是听过摩西的话，又变成一个把自己自我优越感拿起来标榜的一种说法了？第 C 的话呢，那从前失明的人说，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的祈求。接下来的是什么？那个就是他只垂听那敬拜他并实行他旨意的人。好，我们之前读经的会以为说，那前面法利赛人没道理呀，睁眼说瞎话。那这个人，我们总是会觉得，这个人讲的总有道理吧？但是从这边来想，好像也怪怪的因为那个从前失明的人说，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的祈求。有想过这句话到底是谁跟他说的？真的符合神的教导吗？我觉得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一个从前失明的人自己一样，也就是那一个年代那一群犹太人，那一些人他们的共同思维，只有遵行法律的人，神才会听他们的话；只有对的人，神才会听他的话。所以如果他就是这个失明的人，他自己其实也跟这些法利赛人跟犹太人都同一拖拉库，都是我们的概念。但是真的吗？好，再来，如果把这句话的我们拿掉，那还站得住脚吗？也就是说，上帝不听罪人的祈求，那有没有讲过这样子的话？我想可能没有，对不对？因为神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反而神是愿意倾听罪人的声音。其实耶稣他所行的前面，他对行淫的妇人所做的，对失明的人所做的，就是在彰显神其实是要聆听这些在罪中但是有需要渴望神的国的人。所以神不是不听罪人的祈求，否则我们的祷告神都听不见，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连这个从前失明的人，他也活在犹太人既有的思维里面。好，那再来，这个人讲这句话的动机，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就很值得玩味了他原本是瞎眼的，原本是人生失败组然后呢，有一天既然神到他面前来，既然医治了他，他忽然觉得哇，我一定做对了什么。所以他说什么？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的祈求，他可能也祈求过，我希望得医治，然后他得医治了，所以他一定觉得我没有罪。这真的很可怕的事情神是怜悯给人，反而让人自缢了。所以他反而有那一个勇气，对，那个底气，去反过来教训这一些犹太人，说我从前看不见，我看见了。所以其实这个人他信了，因为他亲身感受到，他也在公开的宣讲，甚至他被逐出了会堂，
他信了，但是他信的背后却有一个自以为意。这也是让我们再一次的提醒自己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神爱我们、眷顾我们、答应了我们什么祈求，但有时候我们就会以为，好像我们很棒棒，不一定啊，是因为神爱我们、怜悯我们，对 ，OK。所以从这3个问题来去思考，这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哈，来了解话要怎么听，还有事情要怎么看。因为如果听话的前提是已经被置入概念，那看事情的眼光已经被放上滤镜，那就会真的像那个马太福音13章14节15节耶稣说的哈，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就是以前在读圣经的时候，觉得说恐怕，耶稣怕吗？不是，这恐怕应该是什么？哪怕只要，就是那一个转念就好了。明明耶稣就行他的神迹，为什么能行神迹？父神的荣耀在他身上，那人只要转念说，把自己的以为拿掉，整个就翻转过来了。哪怕只要他们一个念头转念，回心转意，他们就得医治了。可是他们偏偏不要。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固执，那会固执一定是背后有太多的纠葛的东西，可能是那个法利赛人还有犹太人那么多的群众，他们都活在那个当下，有那个当下的政治环境，他们有他们的顾虑。我们在现在何尝不是？有时候我们想了一些事情，明明就是这样才对，可是有很多现实的顾虑，却逼得我们不得不从众，跟着这个时代。这是求神怜悯我们，给我们勇气，看见神的亮光。好，所以最后呢，是我觉得这个是我的领受要真正认识耶稣、认识神，我们就要打破我们既有的成见。OK， 那有3点是我的领受。第一个就是耶稣是做新事的神。那律法虽然是摩西颁布的，但是却是出自于神。这个是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默守摩西的律法，但却不能明白神的旨意是高过律法的。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由律法彰显他的公义和慈爱，然后他这是为了要保护以色列人。那在新约的时候呢，神借着罪人彰显上帝的作为。我觉得这一句话应该就是当时的犹太人、法利赛人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就努力要成为义人，自以为义的人，但是他们却看着怎么会有这些神奇的事情发生在罪人身上，那他们无份，因为他们不能接受。那耶稣不但要用着罪人来彰显神的作为，也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彰显神的爱。所以第2点就是说，神的律法的出发点乃是爱。那在约翰福音3章17节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是约翰福音3章17节。那你们知道约翰福音3章16节是什么，对不对？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边说神不是要审判罪人。好，那这边但是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8章39节，耶稣说，我到这世上来的目的是要审判，使失明的人看见，能看见的反而失明。好，那前面说神降世是要拯救人，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怎么这边又说来审判呢？你能看出耶稣的幽默吗？这边我去思考说怎么会这样子？后来想，哇，耶稣真的很幽默，因为人怎么定罪，直接告诉你你犯什么罪，要别人接受别人的指责，通常是不容易的。因为一个人如果不愿意改变，别人再多指责也很难改变，只会让他产生抗拒的心理而已。但是耶稣他的审判很有趣，他让瞎眼的人，他让明眼人自己产生很大的矛盾，在这整个故事当中，就是一连串的矛盾。明明就是神的能力在耶稣身上彰显，可是呢，他们却必须要闭上眼睛说：“我没看见，我没看见。”那这正是这些人的罪。
所以神用这个方法让人自己去反思之后，自己知道自己有没有罪，然后人就会自己知道我应该悔改，而不是透过法律。法律只能让人知罪，但是不能让人悔改。唯有神开我们的心灵，我们才能够悔改。好，第三个，谦卑才能与神同行。那弥迦书6章8节我们都很熟的哈，我们一起念念好不好？来，世人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的执念，然后思考我们的环境有什么是我们一直固着以为是的，这个会妨碍了我们和神的关系，以及还有妨碍我们与人的关系。特别在教会，我们好像都觉得好像我们读了很多神的话了，很认识神的，有时候会好像代替神来看待别人。那希望神照亮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差耶稣到世上来，你让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耶稣爱我们，让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能够因着耶稣所行的，我们看见他所行的，在罪人的身上彰显神的荣耀，为了要挽救拯救这些世上的灵魂，也使我们这些软弱的很容易就冒犯了人、冒犯了神的这些人，我们每天的罪都缠绕着我们。求主你赦免我们，也让我们看见你的爱是那么的长阔高深，你已经为我们而牺牲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只要相信你的爱足以覆盖我们一切的罪过。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有一颗虚心受教的心，也照亮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亮光，成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来源，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能够让我们在这世上的日子能够与主更接近，而不是越老越顽固。我们祈求你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站在破口中，为这时代呼求，流泪如河，清醒如水，祈求不疲倦。我们的呼求，那震动这时代，靠着神灵祷告的火来焚烧我们。愿你兴起祷告的大军，按着你心意举手代求，站在你的应许中，宣告你国度将在此。愿你兴起，愿你兴起祷告的大军，按着你心意举手代求。让我们的手来向来求，站在你的应许中，宣告你国度降临。大声呼求，永不放弃，清彻夜晚彻夜守望，向你求，夜里必定醒。让我们再次大声的呼求，大声呼求，永不放弃，清彻夜晚彻夜守望，向你心意释放这时代。再次大声呼求，大声呼求，永不放弃，清晨夜晚彻夜守望，向你求，夜里必定醒。大声呼求，永不放弃，清晨夜晚彻夜守望，将你心意释放这时代。愿你兴起祷告的大军，
求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光，能够看见耶稣是世上的光，要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耶稣要除去我们的眼瞎，除去我们一切的恐惧，除去我们一切的害怕。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世上的光，你是来到世上要照亮我们，要除去我们一切的恐担忧，也除去我们一切的惧怕。是的，主，你要来医治我们，主要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眼睛，求你来帮助我们打开，能够看见神的作为，也能够看见上帝的柔美。主要让我们知道，主要我们虽然在黑暗当中，我们不绝望；主要我们虽然在困难当中，但是我们不丧胆。主啊，求你再次来赐下你的圣灵大能在我们身上。国度就在这个地方降临，感谢你，哈利路亚，赞美你。愿你兴起，愿你兴起，祷告的大军，按着你心意举手代救，站在你的应许中，宣告你国度降临。是的，主，我们要来宣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你要透过用你的话语来给主来磨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让我们真的知道你，真的明白你。宣告你国度降临，站在你的应许中，宣告你国度降临。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耶稣你是行神迹的神。主啊，不论我们先天如何条件不良，主啊，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都能够被改变，能够被医治，能够被触摸。主啊，使我们的属灵眼睛能够打开，看见耶稣你是世上的光。愿主你的话语再一次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灵，让我们里面的光能够点燃，能够更加看见耶稣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这时候要来为我们的世界来祷告。首先，我们为着我们在世界当中美伊的局势升级，中东的局势再度紧张，这个国际的油价呢也在飙高史上的新高，一桶153元。但是求主来掌权，在全球的局势，也能够求愿神的国降临。不是只有在美中美伊，能够在整个世界当中都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第二，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我们的总统赖清德总统发表国防的演说，强调和平是靠实力，也表示台湾愿意跟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来承担在亚太区域的责任，能够维护这个世界的稳定。也求主不仅是成为我们的主，也成为我们的国家的父，如同以利亚所宣告的，成为我们的国家的战车和骑兵，使我们不受到强权的威胁，让我们能够坚定来依靠神。第三，我们要为我们的社会来祷告。劳动部在这个月的统计，在3月上班的无薪假的劳工有3800人啊，那主要都受到美国对台出口加征关税的影响，那又加上现在原油的这个价格，所以呢，对许多的行业来讲，台湾的产业有艰难有挑战，甚至对这些劳工的家庭或是民生也受到冲击。我们也为这些的受到冲击的，不管是产业还是家庭来祷告。求主来看顾，能够赏赐家中有5饼2鱼的神迹。我们一起为世界、为国家、为社会来祷告。这段祷告邀请诚心执事来带你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在这个世界、为这个国家、求主你来这个地方来祷告。不管在世界、国家、社会当中，主要让我们知道上帝你是掌管王权的主，主要你要使我们都能够成为神你所赐的。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不容易的时代，在这个什么事情都是很快速，
些非常挑战以前传统的时代，帮助我们可以清晰，而且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你让这些发生，就是让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帮助每个领导者可以有智慧。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并不只是看见自己，并不只是看见自己的周围，我们也能够看见我们的世界，看见我们的国家，看见我们的社会。主耶稣，我们向你祈求，因为国际情势可能有战争，可能有各项贸易的变动，导致我们的生活周遭发生了很多改变，可能有国家正遭受战争之苦，然后也可能国家有国防的安危，有感觉到不安全，以及我们的国人正遭受贸易的关税变动，导致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人他的生计不温饱。但主耶稣，我们在看见这些需要的时候，主耶稣，我们能够放下自己，我们能够更多的来祷告，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更多的不只是抱怨，不只是不安，乃是主耶稣，我们要求你又能够让我们用你的眼睛来看见这个世界的需要，我们能够用主耶稣你的眼光来看见主耶稣我们在这个世代要做什么样的祷告，要做什么样的改变，要做什么样的祈求。主耶稣，我们求你让这个世界所的领袖，让这个世界做决策的人都能够用主耶稣你的心意来看见这个世界该怎么样的走，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需要，不是按着贪婪，不是按着罪恶的心来面对，乃是主耶稣，我们要用主耶稣你的心，神你的心，你的眼光来看见这个世界的需要。主耶稣，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接着我们要来为教会来祷告。首先我们要为着教会现在是大斋节期，那就是从2月18号一直到4月2号有40天，那不含这些的主日。那在这40天当中，那在传统的基督教会都会来加深每一个信徒跟主之间的关系，不论是禁食或是透过克己节制悔罪的生活，要来跟耶稣同行苦路，迎接复活的主从天到来。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大斋节期当中，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与耶稣一起禁食，与耶稣一起走苦路，一起背负十字架，都是一个迎接主再来的方式。第二，我们要为我们迦南教会全教会兄姐灵命能够持续晋升来祷告，愿主的话、主的灵都能够成为每一天的灵粮，赐给我们有听到并且还有行道的信心，能够来活出真理。好，今天听了书成长老的分享，觉得好像书成长老也像牧师一样也能够来传道。相信我们每一天读神的话的人都要成为传道人。阿们。第三，我们要为我们教会的主日礼拜出席人数能够稳定来代祷。好，那我们看见从过年前、过年后，教会在出席的主日出席上面，虽然有许多的起伏和变动，但是不论是实体参加或是线上参加，都求主能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遵守安息日敬拜神的教训，做一个真实的敬拜者，能够从敬拜当中领受上帝的祝福。好像这个瞎眼的人在安息日能够医治，被神医治，好像瘫痪的人在安息日也被耶稣所医治。那么每一个的安息日，每一次的主日敬拜都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我们一起为大斋节期，为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姐妹的灵命，也为我们教会的主日礼拜好敬拜来祷告。这段祷告请纯净小组长来带我们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大斋节期当中，主要能够更多的来花时间默想神、祷告神、亲近神。主啊，我们要来恳求你来带领我们在教会的事情上面，主啊，能够成为上帝所结束祝福的教会。透过这个时间经过之后，我们就可以。伊位上帝，阮感谢你。伫这2月18到4月初2至40天的大斋节期，求主圣灵亲临伫每一个人的身躯，甲主有好的连结，甲好的关系。同时，以禁食、克己、节制、甲悔罪来甲主同行，并感受主害着十字架行伫受苦的路，祈求国外的主搁再来。
求主的话甲灵，拢会当继续来影响教会兄弟，毋单单是听道、领受主的话语，更加爱行道，行出主，咱的信心来活出真理。求圣灵保守阮的心，活出你爱阮活的款式，行伫你旨意的道路上。同时，我嘛要为主日的礼拜。来稳定出色的兄弟来带导，求主赐予因稳定满满，无论伫实体还是线顶的肢体，拢有主的祝福。嘛祈求伫安息日拢会当来敬拜主，真正明白主的道理。求主看顾兴旺每一个兄弟的灵，予因来领受主的祝福。献上阮的感谢，感恩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接着我们要来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我们把我们教会当中的肢体呢，好来分成病痛中的。好，那我们也为吕淑英姐妹，好，那她最近发现脑部有肿瘤，那在下个礼拜要住院，而且27号要来开刀，好，求上帝来医治，好，能够让淑英姐的脑部的肿瘤能够顺利的来切除，好，也能够不受到这个后遗症好的影响，手术顺利。也为刘美莲姐她心脏疼痛住院出院，现在返家修复这个复原当中，好，求上帝来看顾。好，也为桂琴姐好上礼拜受洗，好，那也能够在这个当中好成为上帝的女儿，继续为桂琴姐的复原。还有才贵兄好是桂英姐的先生，好也是上礼拜受洗，好，那也为他的脚的水肿好都能够持续的改善和进步。好，也为佳丽好来祷告，好求主也看顾佳丽，保守她在甲状腺亢进好的这个用药，还有医治上面。还有玉娇姐，好，上礼拜有为家军的4姐来祷告，好，脊椎滑脱手术，好，以及来完成跟手术后的复健，好，都能够顺利。第二，我们要为着癌症当中的弟兄姐妹，好，有桂梅姐，好，她也正在化疗当中，好，这几个主日都有看到她能够来参与，好，还有周间的这个据点的小组，好，也能够来参与，好，感谢主，好，也为美秀的女儿燕宇，好，她已经完成第6次的化疗，好，也求主来看顾，还有翠芬长老的大哥詹黄忠好，那也在近期来发现胰脏癌，好，也在做化疗的当中，好，在丰原也求主来看顾和医治，也为运心姐，好，那她的乳癌，好，那是这个结余的阿嬷，好，在这个医治复原的当中呢，也求神来看顾。还有佩文，好，她也是已经乳癌已经都在复原当中。秀凤姐的淋巴癌，丽梅姐的淋巴癌，好，为这些在癌症当中的弟兄姐妹们，好，求主来保守看顾，让他们都能够胜过这些癌症，能够成为抗癌的勇士，也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第三，我们要为着在教会当中好的90岁以上的高龄者，好，有淑月姐、月香姐、淑勋姐，好宝儿姐、秋玉姐、静红兄、桂琴姐，诗七姐就是苏县长的妈妈，诗七老师、秋兰姐，还有阿丢姐、美英姐和五中长老，好，那么也为这10几位的90岁以上的长辈们，好，弟兄姐妹，好，每个念到名字都感觉他们都很健康好像都没有拿拐杖，也没有坐轮椅。金红兄好有坐轮椅，好，但是呢也求主保守这些长辈们，好，他们都能够有上帝的健壮在他们身上，好像摩西120岁的时候呢眼睛还是明亮，好，没有昏花，好，那他精神非常的硬朗，以及长期住在安养中心的，好，是莲美姐的钟莲美的儿子崇伟兄，我们也为他来祷告，所以我们为崇伟兄，还有高龄的长辈，还有为在癌症中的弟兄和姐妹们，好，还有为着在病痛中的弟兄和姐妹们，好，我们来为他们来守望来祷告，也为我们个人、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身边的人，在病痛当中，或是我们的朋友，也求神的灵能够彰显，能够运行在他们身上，让耶稣基督好的话语能够成为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同耶稣来医治那个大臣的儿子，好，只要凭着信心，能够就相信神的大能，好，这时候就要来运行，只要我们凭着信心，相信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要来动工，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奉耶稣的名来祝福所有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和姐妹，奉耶稣的名宣告，所有的疾病都来离开他们的身上，所有的疾病不再控制他们。主啊，奉耶稣的名来砍断这些疾病的这些的捆绑，还有这些枷锁。主啊，从这些弟兄姐妹身上来离开，不论是癌症，主啊，不论是疾病，主啊，是这一些的治疗，主啊，求神你来彰显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涂抹遮盖在他们的身上，主啊，使他们能够凭着信心领受神的医治，就如同你来医治在这毕士大池的失明的人，你来医治在那西罗亚池子主啊，在的失明的人，主啊，你要来在他们身上来彰显神的大能。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求愿你来触摸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心灵。主，你说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主啊，愿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所提名带导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愿主耶稣你的手也触摸在他们的身上，来医治他们。主啊，来触摸他们。主啊，使他们病能够得到医治，使他们软弱能够成为刚强。主啊，使他们的贫乏能够成为富足。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要成为新造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让我们一起再次从座位上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你将我的爱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为我披上喜乐，披上公义，我的灵要称颂你。耶和华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要不住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最喜乐再一次耶和华我的神，耶和华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要不住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最喜乐的上帝，你是我最喜乐的上帝，你是我最喜乐的上帝，哈利路亚！你是我最喜乐的上帝。拍手，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感谢赞美神。我们这时候一起用主祷文，来用台语的主祷文做会来祈祷。我伫天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传阮伫日刺，就救阮脱离你的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那个一摆拍破来感谢咱的主，哈利路亚。阿门。咱今日暗时的祈祷会到这，好，我们彼此来握手，彼此来祝福，彼此来请安，好，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上帝祝福。